兄弟，我的空间啦！该吃的该吃错的没有？好，该倒头，该倒头，该倒头。都到家，姜子给我试试，我只约个你走啊，拜拜。那个跟木老师啊，不要问导师啊，字幕不懂，我还得学会啊。我的字幕啊不许搞。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的寂寞里让我很抓狂。你当录视频和免费转购来打客户。喂，地老牛，喂，你看，闺女好丢啊！闺女这是一个咩？哦，闺女背着好久啊！我跑得了消失好知道哎，我打这个么子转购来打客户网站感到你迷信了哈，这个么啊？温柔自动吧。喂，挂打了嘛？还是要装卡？你的这挂？还是要装卡，你的这挂。我们更紧张，那说我的眼，也问更紧的誓言。地老牛，为啥子路得多，路跑那种狗迷来迷路，打翻腿，我讲当年牙做工呢。你看，我牙搞的就因为我有学子啊。我牙搞的都因为我有学子啊。美女，干什么事吧？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什么事？我搞菜得客户嘛？菜两天，我菜一周。喂，我是开点低了，至少开车了。
我那不只要这诶，我们过夜，我冇这个脑啊，我怎么？我冇得这种脑。哎呀，那我们个烂脑嘛，我也不冇那的是老这。哎，就个那不只要这，我冇做这种脑诶，过来子懵嘞，懵了冇得了鸟，懵嘞个多过一嘛，过一多滚菜菜。哦，个一些干成菜呢，个火锅冇个人脑冇诶，个就煮菜啦。这个梦啊，个梦给啊，个老贼啦！妈妈，妈妈个哪个在真要贼呢？这一毛事，个哪个在真要贼？这火锅梦个有子呢？你这股子，个得，胡该当谁说？个得，胡该当谁说？cả nhau hay từตัวhay từตัวtừ cả thà rằng có tôi nhẹ cao lời hai lúc mong gì hồng cô lối sơ lối thì điều cần có lối sơ cả yo mong hay đi mong hay đi 结账结账。那么关键在这个节点，总共消费一超在账，一超在账。这个节点只有提供健身房、游泳池、网吧、KTV 这样子都没了，所以你消费一般都要一超起步。那提供的问题是我都知道没我了嘛？最终那个节点用户都要提供嘞，搞知道没我要搞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消费都要一超在账。哦，有呢，我得不忙说咋着搞啊？到了。我就该做个微博来着，感觉收到一本榜声，扬州股不得1毛9毛在涨。每个节点有一差的，我可以报告喊用户的嘛。问题是他妈我都知道报告嘛，我都提供了，搞知道不？现在个的事情是。